如果大家想嚟中山買樓，我就建議大家一定要嚟睇下我哋中山海亞繽紛城啦。新鮮嘅蔬菜每日產地直供，翠綠鮮嫩，而且價錢非常之平。呢一度呢，就係海鮮水產區啦，所有嘅海鮮活鮮現撈，全程活水養護，小龍蝦 Q 彈高滿，肉質彈嫩肥美，所有嘅貝殼類脆嫩鮮甜，地道嘅海鮮味十足。呢度呢，就係新鮮嘅肉類區啦，咁所有嘅肉類呢，當日新鮮切割，肉質緊實多汁，食材健康又地道。平時家常煮飯選食材就嚟呢度啦，全家人食得都放心。正宗嘅好榴蓮啊，一啖就上頭啊！超多嘅新鮮水果任你選擇，新鮮經濟又實惠。超市品類豐富，價錢平，性價比高，一站式配齊生活所需。行海亞繽紛城，選澎泰超市，新鮮好貨伴你每一天。